北大嶼山巴士路線 37A， 由新大嶼山巴士營辦，循環來往裕雅苑及東涌站巴士總站，亦設有特別班次由裕雅苑單向開往東涌站巴士總站。為配合東涌北裕雅苑入伙，運輸署和渝巴於2021到2022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，建議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，上午繁忙時間增設 37A 線，來往裕雅苑與東涌站。原計劃視乎裕雅苑入伙情況，於2022年第一季投入服務，唯有所順延。2023年3月27日，37A 線投入服務。好啦，準備上車，睇下呢架車車程有幾耐啦。麻煩各位都不望我，望住我怎麼敢去唱情歌？然而我想揀今日來流露我凄楚聽完的人，請你扮傻，但唱不全像正。其實老人並不傻，都猜中我為你捱盡折磨。眼淚若嫌多，用背脊唱情歌。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正面像全裸，這醜的步驟別來督破。願這個悲悼一轉背人間都忘掉我。原來我不懂怎樣愛，但是昨的戀歌也算精彩，忘形到真失戀後償還10倍悲哀。終於一個人站在舞台，願這歌流行着，為下一人沒將來。歌這痛了，人們還在喝彩。眼淚若嫌多，唱情歌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正面像全裸，這醜的步驟別來督破。願這個悲悼一轉背人間都忘掉我。尚有沉重的非要唱不可，世事沒如果，別再期盼如果。明明放低的你，竟已唱新歌。我尚在如此不知醜，唱着別離開我，失去你，唯有等。